俏佳人。
心，潮氣、潮意嘅意思。唔止個動作要正確，呼吸要正確，思想同埋精神一定要正確。每個動作有陰亦有陽嘅，每個呼吸有快有慢。以前賽日功夫同義工係一齊練嘅，而家咧因為社會嘅環境咧，功夫班同埋義工班時日多數班都係練嘅，不過有好多收學弟子唔知練功夫咧，佢哋又練義工。
哎，该过来，错了，谢谢。